佢係記得嘅，因為咧佢係寫唔到出嚟嘅。而你唔冇經歷過嗰個文明，你點寫到出嚟嗰個空中城堡咧 ？That's impossible。你唔經歷過，你點寫咗出嚟咧？但係我又記得喎，你哋都應該記得嘅。如果你經歷過嗰個文明 ，OK， 大概係18000年嘅，係咪啊？個先知書係咪咁樣寫18000年前？係嘛？大概嗰陣時18000年至，總之係2萬年之前啦。OK， 我哋有一個空中文明嘅。空中城堡嘅，點解我哋建立個空中城堡啊？避開啲巨人啊嘛，100幾米巨人跳高就拍落嚟啊，拍你個城堡落嚟啊 ，OK？ 咁所以咧，呢個城市能夠喺空間係嘛？你諗下嗰陣時嘅文明係幾先進，依家都做唔到。依家我哋做到嘅係一個太空站係嘛？嗰個 space shuttle 嘛。Space Station 太空站停留喺空中嘅啫，我哋做唔到嗰個太空城堡啊！喺嗰陣時咧，個空中文明咧，我哋嘅城市咧就喺空中嘅。咁咧每個城市咧係 connected 嘅，即係有通道嘅。OK， 嗰啲飛行器咧穿梭於唔同嘅城市，每一個城市裏邊咧有好多建築物。OK， 有好多交通工具，例如單軌啊、雙軌啊。嘅汽車啊咁樣嘅 ，OK， 當時咧你哋嘅好多世之前咧喺度住嘅，你哋好多世之前喺度住嘅。如果你哋係老靈魂啊嚇 ，OK， 如果 new 靈魂又唔係啦嚇，新靈魂就唔係啦 ，OK， 咁好多老靈魂經歷過，但係佢唔記得啊，佢哋隱約啊係喎，阿 Johnny 話我就記得少少喎嚇，有啲依稀有少少隱約又話飛行喎 ，OK， 如果你夢見飛咧就係㗎啦。OK， 你向上飛啊，唔係向下飛。OK， 因為你飛翻上去啊嘛。OK， 咁個空中大概18000至2萬年左右啦。咁個文明毀滅嘅 ，OK， 係被風毀滅嘅。OK， 哇，呢個佛書有講喎，我唔知邊本書講啦，唔係《華嚴經》啊又係。係佢分得好詳細嘅，就好似個瑪雅歷咁樣咧，寫得好清楚、好詳細嘅。OK， 咁係咯。其實我憑我自己記憶講翻出嚟嘅，但係我都感恩啦，個天咧俾我記得咁多嘢咯。我最遠我記到20萬年前咯，其實咧應該嚟講咧就100萬年前。OK， 嗰陣時就喺三維嘅火星，係啦。咁我可以講到俾你聽，就係三維嘅火星發生咩事。到今時今日火星仍然咁荒蕪。OK， 要係重組嘅嗰個 process 咧，嗰個叫做 purification 啊，即係潔淨期啦，係嘛？即係成個火星咧係被污染啊，即係搞到咧即係混水一潭。OK， 咁咧所以咧嗰個即係清理期啦 ，purification 啦，嗰個叫清潔期啦，係嘛 ？purify 佢啦，咁即係就污糟嘅嘢，我哋搞翻乾淨啦。超過100萬年，以3維嘅時間計 ，OK， 所以而家火星仲加溫㗎，所以啲人話去過火星嘅，我真係黐線嘅，係咪？你肉身點去到火星咧？係嘛？所以 Elon Musk 都頭痛㗎，係咪？佢開發火星，不過下一輪就係火星啦，真係可以預告片係嘛？咁歡迎大家去火星置業啦，係咪？去買地起樓啦嚇，可以。係嘛？可以炒房地產，OK， 咁講笑啫 ，OK， 咁亦都係啦。咁你點去到火星啦？你哋將嗰張圖咧擺上嘅時候咧，你記唔記得你火星同地球你咪要 overlap 嘅有啲位置係咪？即係嗰個 intersection 嗰個位置咧，就係我哋進入火星嗰個通道啊。OK， 咁如果你睇翻張大圖咧 ，OK， 就係呢4個點啊。所以古人講咧，天圓地方咧係啱嘅，天係圓嘅，地係方嘅，就呢張圖講咯。OK， 咁大家 overlap 個位置，你擺張圖落去啦嘛。你咪有嗰個 intersection 㗎嘛？嗰啲位置咪就喺呢度咯，知唔知啊？
呢啲位置，呢啲位置咯，呢啲位置咯，就係呢啲位置你先可以去到另一個世界。嗰個世界其實就係金星嘅三維世界、火星嘅三維世界、水星嘅三維世界、前水星嘅三維世界。OK， 咁啊喺個坐標咧，我哋叫東南西北中啊，唔係打麻雀啊嚇，東南西北中發咗可能上邊下邊啦嚇。OK， 咁咧中咧就係以我哋為中啦，地球為中啦，地球就係土啊嘛，係嘛？金木水火土咯，五行咯，就咁嚟咯，四邊啊嘛，東南西北中發白啊嘛，東南西北中發，唔係冇白板嘅 ，sorry 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東南西北中係咪 ？OK， 咁就喺你呢度啦，啊，咁喺我嘅位置，咁睇你左標邊度啦，喺我左標呢邊係東啦，係咪？呢邊咪左咯，係嘛？左邊咪北咯。咁啊，下邊咪南咯，咁啊中間呢度咪中咯，咁中間呢個咪叫地球咯，係嘛？咁地球屬土咯，咁我就咁分㗎嘛，好簡單㗎咋，其實一啲都唔複雜㗎，係咪？其實咧係冇太陽系嘅。如果你嗱，我哋好自然咧，我哋個概念，因為我哋自細被人教導咧，有太陽系啊嘛。咁咧七星連環咁樣，啲人咪好自然，唔係同星連環係嘛？九星連環我哋冇自然，太陽水星。地球、火星，跟住咧小行星、木星，即係我哋好自然咁樣排啊，係嘛？因為我哋被告知係咁啊嘛，自小以嚟，自細個咁樣，係咪？其實唔係咁樣嘅，唔係咁樣嘅。OK， 我哋係被誤導咗嘅就，唔係咁樣嘅，因為太陽唔係中間嘅 ，OK， 地球先係中間嘅。咁喺第三維度嘅世界，佢哋就係咁樣排法。木星唔喺第三維度嘅世界咯，木星係第四維度嘅世界嚟噶嘛，佢係一個氣體嚟噶嘛，又點會有個太陽系走出嚟咧？又何來有個銀河系咧？更加離奇就係有個銀河系聯邦喎，係咪？咁啊有人介紹我，佢話佢係銀河系聯邦派嚟嘅喎，揾我喎，咁我哇咁啊係咯，跟住咁啊講啦，咁啊其實我都知嘅喎，嚇銀河系啊嘛，而家我哋喺銀河系嘅邊緣啊嘛，人馬座啊嘛，附近啊嘛 ，OK， 跟住咧咁佢又講銀河系派佢嚟嘅，揾我嚇recruit我 OK 參加正義聯盟嚇參加正義聯盟對付邊個對付嗰個叫索克天王係嘛？哇咦！卡通片嚟嗰個，嗰個咪巴斯光咯，咁啊，咁我先發現咧，索克天王咧原來巴斯光個老豆嚟嘅喎，咁呢個咪星球大戰嗰個版本，咁我話啲人咪睇電影多咧，喂癲起上一齊癲都得嘅喎，係嘛？咁啊 OK 啦，咁但係咧咁樣我講翻真實啦，唔係咁咯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你哋見到嘅天狼 A 星啊、天狼 B 星咧，就唔喺呢個銀河系裏邊咯，喺個虛空裏邊咯。OK， 就你喺第四維度進入去咯，係嘛？第四維度進入去就係天堂咯。OK， 咁咧天堂有分開喎，分開幾個喎，水銀啦、銀啦、金啦，係嘛？一路咁樣上嘅喎，咁啊耶穌基督喺最底層等你哋啦，係嘛 ？OK。咁東南西北幾個方向啦 ，OK， 東邊係邊啊？東方流離世界啊嘛，西邊咧？西方有咩流離世界？西方極樂世界。係西方極樂世界。南方咧？係北方咧？係OK， 東南西北上上下下前下後左左右右啊嘛 ，OK。其實咧，當你喺進入呢個虛空裏邊咧係冇方向感嘅，係冇方向感嘅，而唯一方向感咧係以個左標係以你自己定位，你嘅左標，你嘅東邊就係東邊，你嘅西邊就係西邊 ，OK？ 因為點解？因為佢係超立體嘅，佢係超立體嘅 ，OK？ 超立體嘅，點解？因為佢唔係平面啊嘛，而家你睇呢個平面咪二維咯，長同闊啫嘛，啱唔啱啊？而家你見到呢張嘢咪長啫嘛，
呢個長度，呢個闊度咯，係二維嚟嘅喎。OK， 二維，咁一維咧，一維而家條一個點咯，係嘛？係咩？